我就是喂狗都不给你吃。咬他！咬他！上啊你！不行了吧？咬他！怎么能咬得过我吧？总算赢了吧？快！哎，过来了，你玩吧。哎，去。哇，这葱搭配的恰到好处，不油不腻，爽口清香。这可是我吃过的状元葱油鸡啊！哦，这鸡哪里买的？快告诉我。我们家定做的，外面没得买。没得卖啊！这么好吃的鸡竟然买不到啊！那我以后想吃怎么办啊？这个也给我吧。没想到，懂我的人竟然是他。你一个明天要出嫁的人，怎么还跑来这里吃东西啊？该不会是二皇子悔婚了吧？没有的事儿，你别乱说。哦，我只不过是担心，以后再也吃不上这街边汤头，再来尝尝罢了。白高兴了一场。白高兴？你高兴啥？我看你悲剧，我当然高兴啊，这你都不懂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就见不得别人好。难道你觉得跟二皇子成亲真的好？这全京城这家酒楼我最熟，今天算你运气好。想吃什么我请你。哼，多谢世子美意，我自己有钱。小二，你吃啊，来，我有。我点多了，吃不下。吃。那我就勉强帮你吃一点。赶紧啊！这好吃。来，这个好吃。多吃点啊！这个。妹妹，明日便是大婚，为何不早些休息啊？大哥，我不想嫁了。女儿家出嫁，难免有些忐忑。你放心，大哥与二殿下相交甚好，我一定会经常去探望你的。我不是，我只是，我觉得二殿下心里并没有我，可飞仙姐姐却说我想多了。大哥，你与殿下走得近，你觉得他真的喜欢我吗？他若不喜欢你，又怎会娶你呢？不过，我劝你离那个石飞仙还是远些为妙。是因为太子妃的缘故吗？大哥多虑了。飞仙姐姐说过，那是家里长辈的事情，跟我们姐妹之间无关。不管二殿下有何想法，大哥答应你，这皇子妃的位子，我一定让你坐得稳稳当当。